朋友，你有冇見踎低起身見頭暈啊？小心跌落去啊！一般踎低起身見頭暈嘅人，唔使問阿貴，你一定係血壓低。喺中醫嘅角度嚟睇，一般嘅血壓低係氣血不足嘅表現，經常伴有面色蒼白、氣短、心慌、頭暈。俾你一個方法，用黨參20克、黃芪12克、杞子12克、當歸6個克、紅棗5粒。經常飲可以慢慢改善你嘅問題。將材料洗乾淨，放入煲中，水800 ml， 大火開咗，細火煎30分鐘，可以補氣血。建議血壓低嘅家人多啲休息，飲食均勻，最緊要做嘢慢慢嚟。你學識咗未？我係阿傑，有問題點擊主頁聯絡我哋，記得幫我 like 同 share。